嘅。大埔宏福苑嘅火災，我哋大家都好悲痛。喺立法會開第一次會議，政府就會提出第一個議案去討論我哋點樣去支援災民同埋善後重建，亦都點樣推動制度改革。大家一齊將我哋喺現有制度嘅一啲漏洞去填補阻塞，鞏固我哋嘅整體城市更安全，讓市民生活得更安心。我亦都明白到大家咧仲係喺因為火災嘅原因咧，大家都係有啲傷痛嘅、傷感嘅。咁但係正如行政長官所講啦，將來嘅立法會對於香港嘅施政特別，亦都係幫助喺災民方面咧，包括咧我哋點樣去救災啦，同埋點樣去改革啦。呢個咧我哋都需要立法會嘅配合同埋監督嘅。最近經歷咗一場無情嘅火災，盡顯咗社會各界團結一致嘅力量，亦都激發咗對相關制度進行徹底改革嘅強烈要求。我哋需要市民嘅支持，團結起嚟支持災後嘅重建，並推動系統性嘅制度性改革。呢啲改革必須要有立法會嘅支持同埋配合。所以今次係我哋一定係要所有選民都今日出嚟投票，因為呢一票係代表我哋推動改革嘅一票，係代表我哋守護災民嘅一票，亦都係代表我哋凝聚力量共同前行嘅一票。我好希望咧，大家能夠盡早投票。我呼籲大家踴躍投票。